今日呢，我想以一個作為基督徒家長嘅身份，邀請大家同我一齊去思考一個嘅問題。個問題係，到底作為一個基督徒嘅父母，對孩子有咩特別嘅意義呢？點樣先叫做係一個基督徒嘅父母呢？我哋呢個年代，我可以肯定嘅係，絕大多數嘅父母都好愛錫我哋嘅孩子。我哋希望將我哋最好嘅一切都俾我哋嘅孩子。我哋希望我哋孩子有健康嘅身體、聰明伶俐、情緒正向樂觀、充滿住活力。學業成績優異，可以發揮佢哋所有嘅潛能，未來可以有住一個良好嘅事業基礎，過一個安穩舒適嘅生活。正正因為我哋對孩子有呢啲嘅期望，再加上今時今日好多時候，我哋都會覺得生兒育女係我哋個人嘅選擇，我哋就變得更加認真地去對待父母呢一個角色。所以喺孩子出世之前，其實我哋已經開始為佢哋計劃，去保護佢哋，去栽培佢哋。個 BB 都仲未嚟到呢個世界，我哋可能已經開始參加好多唔同嘅產前課程。有陣時唔止係預備自己㗎，有啲都係預備個 BB 嘅。即係好似咧，之前咪流行過個 BB 未出世，俾佢聽多啲莫扎特嘅音樂，話可以胎教，話可以幫佢嘅大腦發展嘅咯。媽媽陀 BB 嘅時候，又會好小心確保自己嘅飲食健康均衡。就算以前唔做運動都好啊，為咗個 BB，我哋會學做運動，學做瑜伽，學做 Pilates。等咗10個月 ，BB 終於出世。我哋就會嚴選最好嘅有機產品俾佢哋，唔止係食物㗎，就連孩子皮膚會接觸嘅每一件細小嘅物品，我哋都會非常之講究。當孩子再長大一啲，我哋就會挑選評分最高嘅 daycare 托兒所俾佢哋。我哋會精心安排唔同嘅假期同埋親子活動，確保孩子可以有一個美好嘅童年回憶。到咗入學嘅年紀，我哋就會開始研究，其實邊間學校升讀大學嘅機會率最高，幫佢哋揀一間最好嘅學校。如果隔離嗰間學校唔夠好嘅話，咁我哋就會搬去另外一個更加好嘅校網啦，又或者索性咪讀私校咯。仲唔止啊！我哋會為佢哋安排各樣嘅興趣班，幫佢哋探索自己嘅喜好，照顧佢嘅起居飲食，仲要照顧埋佢嘅情緒健康。喺不知不覺之間，我哋嘅孩子變成咗我哋生命入邊最重要嘅一個部分。可能呢個時候會有人會同我哋講，我哋咁樣培養孩子嘅方法，會唔會太過孩子為本啊？甚至有人會話我哋溺愛孩子，縱壞孩子。但係以孩子為本呢一個方式，其實到底又有啲咩問題呢？我哋或者會疑惑㗎，乜唔通將我哋能力範圍以內嘅最好俾我哋嘅小朋友係錯嘅咩？咁你話啦，除咗孩子為本之外，我哋仲有乜嘢其他嘅選擇啊？作為父母，可能我哋馬上就會諗啦，如果唔係孩子為本，咁咪就係家長為本咯。咁係咪就要強加我哋嘅意願同埋睇法落個小朋友身上啊？去相信我哋而家呢一套就係最絕對正確嗰一套，叫我哋嘅小朋友覺得佢哋嘅意見一文不值，不被重視啊？呢一啲乜唔係就係我哋一直以嚟作為父母最想避免嘅事情咩？咁如果你話孩子為本唔係出路，咁我哋作為父母仲有咩選擇呢？我哋又會諗，咁之前又唔聽過唔少孩子為本嘅成功例子㗎喎。
嗱，就係試想像當孩子有晒所有嚟自父母嘅資源，你睇下嗰個陳太嘅細路，佢咪又就入咗長春藤大學咯。咧仲有隔離屋個黃生啊，佢個細路父母就係不惜一切，由細就帶佢去學琴。而家做咗音樂神童啦。仲有好多大個咗做醫生、做律師、做呢個嘅專業人士，就算唔係做專業人士啊，佢哋都有一份嘅高薪厚職啊，組織一個溫暖嘅家庭，擁有舒適嘅生活條件。即係其實如果咁樣睇，以世界嘅角度嚟講，孩子為本，似乎真係能夠達到世界所認為嘅成功嘅標準㗎喎。咁用孩子為本呢一套去對待孩子，唔係一個好合理、好明智嘅選擇咩？但係我又唔知大家會唔會有過同我一樣嘅疑惑呢？就係咁，基督徒父母同非基督徒父母係咪就冇分別嘅呢？既然我哋有神，我哋嘅教養方式理所當然係應該有啲唔同㗎。咁個唔同到底喺邊一度呢？即係其實我都見過好多非基督徒父母啊，佢哋有陣時做得比基督徒父母仲好㗎喎。你話你愛錫孩子，佢哋都一樣咁痛愛孩子㗎。你話你願意為孩子犧牲，佢哋都願意為孩子犧牲自己㗎。你重視親子，佢哋一樣重視親子。你教佢哋要貢獻社會、幫助別人，其實佢哋唔少都係咁樣教細路㗎啦，仲要揾埋啲細路一齊去做義工添。佢哋同我哋一樣，有盡責地供養佢哋嘅孩子，盡力地俾佢哋認為最好嘅俾佢哋嘅孩子。喺對孩子嘅期待方面，佢哋同我哋所追求嘅有陣時又係咪非常之相似呢？就係佢哋盼望孩子可以有世界所認同嘅成功咯。咁我哋兩者之間有啲咩分別啊？基督徒父母同非基督徒父母，基本上我哋就係做緊同一樣嘅事情。但係諗真啲，我哋所追求嘅，我哋所期待嘅，唔係應該有啲嘢唔一樣嘅咩？咁呢一啲嘅唔一樣，又應該係啲乜嘢？神喺我哋教養孩子上面有冇角色嘅呢？如果有，又係一個點嘅角色啊？其實我喺度，我必須要承認嘅係，喺我哋呢一個年代，要做一個基督徒父母真係唔容易。我哋真係會有好多時間會面對呢一啲嘅困惑，甚至去到最後，我哋有嘅問題比我哋嘅答案更加多，跟住我哋就一片茫然不知所措。所以不如我哋就用跟住落嚟呢幾個禮拜，我哋一齊嚟睇下神嘅說話會唔會又俾到我哋作為家長一啲嘅睇法咯。咁今日我哋就由箴言去開始嚟。箴言嘅作者係所羅門王，相傳咧佢係世界上面最有智慧嘅人。而箴言嘅一開始就好似係所羅門對成本書嘅一個概覽，俾讀者知道其實成本書最主要嘅核心思想係啲乜嘢。箴言嘅核心思想就係要人得着智慧。咁我哋會同意嘅，因為智慧對於一般人嚟講都覺得係處世上面所必要嘅。但係個問題係，人點樣先可以有智慧呢？我哋可能會諗，我要有智慧嘅話，咁梗係要累積知識啦，去明白呢個世界嘅運作同埋法則啦。所以我哋咪會俾我哋嘅小朋友去讀多啲書，送我哋嘅小朋友去學多啲嘢咯。但係所羅門喺箴言嘅第1章7節就點出咗佢嘅核心思想。佢話敬畏耶和華係知識嘅開端，但係愚妄人就藐視智慧同埋教訓。知識嘅開端對於所羅門嚟講，唔係一間嘅大學，唔係一個嘅 program， 而係敬畏耶和華。所羅門所講嘅知識就係要我哋點樣去正確地認識呢個世界。更加重要嘅係認識我哋自己作為一個偉大嘅同埋慈愛嘅神嘅創造，究竟我哋嘅身份同埋價值喺邊一度？而智慧就係我哋點樣可以實質地應用呢一份嘅知識，去活出呢一個嘅人生。
咁世界嘅人一直都去相信㗎，人得到智慧先能夠掌握自己嘅人生，所以咪有個根據嘅，知識改變命運啊嘛。我哋相信唔止我哋自己要有知識啊，我哋嘅下一代都要有知識啊。但係諗都冇諗過嘅係，所羅門作為最有智慧嘅人，佢竟然係話：如果你想明白呢個世界當中嘅運作同埋法則，如果你想知道作為人我哋喺宇宙入邊嘅位置嘅話，個開端係敬畏耶和華。開端唔係講一開始個 kick start 咁簡單，係講緊除咗一開始之外，呢一件事情都係首要嘅、最重要嘅事情，係個 first priority。即係你無論用咩嘅方式去尋求智慧都好，首先你就要去尊重神為神，尊重神作為呢一個世界嘅主。當你見到神係整個世界、整個宇宙嘅中心，當你以神為你自己生命嘅中心嘅時候，你就會明白呢個世界出現嘅一切，明白你喺當中嘅意義。而所羅門相信，其實教養細路仔呢個原則都係一樣㗎。作為父母，佢話我哋需要帶孩子走上一條嘅路。箴言第22章6節，佢話：教養孩童走他當行嘅路，就係到老，他也不偏離。教養英文譯做 trained up， 有教導、訓練、指導嘅意思。原來原文就更加有 dedicate 獻上嘅意思。作為父母，我哋嘅責任係要獻上我哋嘅孩子，以此作出發點去預備、教導、訓練我哋嘅孩子，叫佢哋有能力行佢哋當行嘅路。咁呢條當行嘅路，第二個問題就係咁，呢係一條點嘅路呢？對一個冇信仰嘅父母，呢一條路係理所當然嘅，就係世界認定追求成功嗰一條路。講緊嘅係學術上嘅出色嘅表現，多才多藝，可能係8歲學戲就已經學到演奏級，10歲就開第一個個人嘅音樂會，又或者喺運動方面可以入到校隊，最好就係入到國家隊，再大個啲就順利考入 Stanford、哈佛，是但一個佛都好啦，成為一個嘅專業人士。但係所羅門所講嘅，卻係同呢條同世界嘅路好唔一樣嘅路。佢講嘅係一條跟隨神嘅路，係一條令孩子一生可以貼緊神嘅路，係可以被神去使用，活出神所喜悅嘅生命嗰一條路。作為父母，就係將孩子獻俾神。我哋要幫佢哋去明白神呢一條路有幾咁重要，教佢哋點樣可以行落去，以神為中心，將孩子同神嘅關係擺喺第一位，咁樣去塑造佢哋嘅品格，就令到佢哋可以面對挑戰、困難同埋疑問，都一生不偏離。如果我哋以孩子為本去對待我哋嘅孩子嘅話，我哋會諗，但係唔係喎，Pastor，我真係想為我嘅孩子揀一條最容易成功嘅路咧。我唔想佢行冤枉路啊！我想佢可以盡早地有晒所有我哋覺得重要嘅條件同埋技能。我想佢贏喺起跑線上邊，快人一步，理想達到咯。但係所羅門嘅智慧，佢係俾我哋一個指向一個好唔一樣嘅方向，仿似係話緊俾我哋聽。但係你有冇諗過啊？個世界係會不斷地改變嘅。試諗下，我哋嘅爸爸媽媽喺以前有冇可能預備我哋點樣進入一個人工智能嘅世界啊？嗱，佢哋嗰個時候，人工智能只會出現喺科幻片入邊嘅啫。換句話說，我哋又有冇可能可以預知我哋孩子未來會面對一個點樣嘅世界呢？我哋點知邊一啲嘅事情對於嗰個我哋都估唔到嘅世界係重要嘅呢？我哋以為嘅最好，講到底有幾多係我哋自己嘅假設，跟住放喺我哋嘅孩子嘅身上呢？而所羅門所講嘅呢條路，卻係一條歷史悠久嘅路。
數以千年嚟，個世界不斷地變，但係佢有好多人行過呢一條嘅道路。挪亞行過，亞伯拉罕行過，雅各行過，仲有大衛都行過。當然我哋今日會知道嘅係喺所羅門之後，仲有好多人行過嘅，有無數嘅先知行過啦，保羅行過啦，耶穌自己都行過。每一個行過嘅人都可以話俾我哋聽，即使過咗咁多千年，呢一條路仍然可信。到最後，神都係藉住佢哋去完成比佢想象之中更加美好嘅事。呢一條路嘅核心就係敬畏耶和華，係知識嘅開端。當你嘅孩子有神，佢就能夠正確地掌握呢一個世界嘅運作，佢就能夠更加精準地去明白自己嘅價值，可以面對未來世界唔同嘅挑戰。如果我哋咁樣講落去嘅話，即係喺孩子為本同父母為本之外，更加合理嘅一個可能係以神為本嘅一個教養嘅方向。而喺聖經入邊亦都記載咗一個咁樣嘅故事，喺撒母耳記上入邊記載住哈拿嘅故事。佢對神嗰一份嘅敬畏，就叫佢將佢嘅兒子完全地獻上俾神。哈拿因為不育，即使有丈夫嘅痛愛，佢仍然覺得喺屋企入邊抬唔起頭做人。佢不斷地喺神嘅面前去祈禱，佢甚至許願。佢喺神嘅面前，佢話：萬軍之耶和華，你若是看顧使女嘅困苦，紀念我，不忘記你嘅使女，賜給你使女一個兒子，我就必把他一生獻給耶和華，不剃佢嘅頭。就喺個禱告之後，哈拿懷孕，生下咗撒母耳。原本哈拿懷孕生子係要佢可以喺成個屋企入邊再一次抬起頭做人。哈拿咁求，可能或多或少都係出於佢對佢丈夫另外一位妻子嘅妒忌啩，覺得生唔到細路好冇用，去到某一刻甚至佢覺得有一份嘅絕望。撒母耳嘅出生就俾某個程度上就係俾哈拿出咗一口氣。撒母耳出咗世，又爭翻口氣，去到呢一個時候，其實哈拿可以選擇當所有嘅事情、所有嘅禱告都冇發生過。但係撒母耳記上俾我哋見到哈拿嘅選擇係要遵守呢一個諾言。哈拿就帶住嗰陣時啱啱斷奶嘅小朋友就上去啦。沿路上佢帶住一隻3歲嘅公牛、10公斤嘅麵粉同埋1袋嘅酒，佢為咗嘅係要做一個還願嘅獻祭。佢將孩子一同去帶到示羅耶和華嘅殿那裏，那時孩子還很小。佢哋就宰咗公牛以後，就將孩子帶到去以利那裏。聖經特別強調嘅係當時個孩子還很小，按照當時嘅習俗，孩子一般都要去到2、3歲先斷奶，所以哈拿當時大概就係帶住一個3歲左右嘅撒母耳去到示羅。其實當年哈拿雖然許咗願，話孩子一生都屬於耶和華。但係其實諗真啲啊，佢許咗願之後就冇人再跟進過呢件事噶啦，冇人問過你，咁你幾時開始啊？你會唔會等佢大個啲啊？其實我哋今時今日嘅父母或者就會話：咦，信仰呢一啲啊，不如等個小朋友大個啲自己決定啦。不過哈拿唔係咁諗啊，哈拿冇等到個小朋友大個啲先決定。哈拿係喺撒母耳都未懂事嘅時候，已經決定要將撒母耳一生獻上。其實嗰一刻，佢知唔知道獻上之後係會點嘅咧？撒母耳嘅未來係會出現咩嘅事情呢？喺哈拿對撒母耳嘅未來未有任何嘅把握之前，哈拿已經做咗呢個決定，要撒母耳嘅一生唔屬於哈拿，唔屬於呢個家族，而係屬於耶和華。呢一個
望落去，我哋知道唔係一個草率嘅決定，因為哈拿帶嚟嘅祭物絕對唔簡單嘅。如果我哋對比民數記嘅要求，我哋就會發覺佢所帶嘅祭物係遠遠超過於嗰個標準。可以見到嘅係哈拿對神有幾咁認真，佢對耶和華嘅事情非常之在乎，絕對冇掉以輕心，每一步佢都要做到最好。由此可見神喺哈拿心入邊嘅地位。當哈拿見到以利，佢就講啦：我主啊，我指着我主嘅性命去起誓，我就係從前在這裏站在你旁邊向耶和華禱告嘅嗰一個女人。嗰陣時，我祈求為着要得到一個嘅孩子，耶和華已經將佢賜咗俾我，所以我現在把他獻給耶和華，佢嘅一生係屬於耶和華嘅。於是撒母耳就喺嗰度去敬拜耶和華。哈拿還願嘅高峰係佢要獻撒母耳俾耶和華。哈拿喺呢一個位置做咗一個好多父母可能聽落都會覺得大膽嘅宣告，就係我現在要將佢獻俾耶和華，佢呢一生都要屬於耶和華。哈拿過去向耶和華所求嘅孩子，神賜咗俾佢。其實諗真啦，呢一個孩子得來不易㗎，但係哈拿竟然冇據為己有，反而話要將佢獻返俾耶和華，而且唔係講緊1年2年，我為耶和華做啲嘢啦，咁就算啦，而係一生一世。哈拿徹底擺低對呢個得來不易嘅兒子嘅所有嘅擁有權、主權同埋控制權。佢宣告撒母耳嘅一生唔係要以撒母耳自己為中心，唔係要以哈拿為中心，而係要以神為中心。哈拿俾我哋見到嘅係一個以神為中心嘅母親去點樣睇自己嘅孩子。當日哈拿喺耶和華嘅殿入邊全心全意去祈求要得一個兒子。神賜咗俾佢，而今日哈拿嘅願望係撒母耳可以喺佢當日禱告嘅地方，一生一世全心全意去敬拜耶和華。哈拿獻上撒母耳對任何一個父母嚟講，其實都係一個唔易嘅決定嚟㗎。試想像啊，撒母耳係哈拿等咗好多年、祈咗好多年討得到嘅一個兒子。哈拿所許嘅願又只有神同埋佢自己知道，其實以利都未必聽得咁清楚。喺佢嘅許嘅願入邊，佢又冇講過乜嘢為之一生獻給耶和華，佢又冇講過幾多歲要獻上俾佢。其實講真啦，當時唔止哈拿一個會祈啲咁樣嘅禱㗎，好多嘅女人都會咁樣祈㗎，但係多數都有個期限㗎嘛，1年或者2年將個孩子獻上服侍神，咁就完㗎啦。之後咪可以將個小朋友帶返屋企，繼續做自己想做嘅事情咯。所以喺哈拿呢一個嘅祈禱入邊有好多嘅走盞位嘅，佢可以當呢個願冇許過，佢可以等撒母耳大少少先送佢去，可以送佢去完一陣再接返佢，又或者唔一定要送去示羅嘅，係咪？可以用佢中意嘅方法，用佢自己嘅定義話咁樣已經叫獻咗俾耶和華。跟住咪就同每一個以孩子為本嘅父母一樣，按住自己嘅心意去栽培自己嘅孩子咯。而根本我哋知道㗎，撒母耳係出生喺一個富裕嘅家庭入邊。你單單睇一睇哈拿獻祭嗰份嘅闊綽，你都可以推斷到啦。咁如果將撒母耳留喺身邊，其實哈拿就可以將更加多嘅資源俾撒母耳，可以按照哈拿嘅心意，將最好嘅加過俾佢，跟住就培養撒母耳成為嗰個家族嘅繼承人咯。但係相對起以孩子為本，或者哈拿更加重視嘅係以神為本。
我哋見到嘅係哈拿竟然願意將孩子嘅主權毫無保留地交俾神，就俾神按住自己嘅心意去培養撒母耳。哈拿嘅以神為本同以孩子為本嘅分別喺邊？就係當以孩子為本嘅父母認為孩子就係佢哋生命入邊嘅中心點，係父母嘅一個未來或者對自己一份肯定，我哋會覺得我哋要將最好嘅俾呢個小朋友，叫佢出人頭地嘅時候，哈拿嘅以神為本，卻叫佢看見呢一位嘅小朋友雖然係佢祈求得返嚟，但係原來個擁有權始終喺神嘅手上。所以哈拿可以將佢嘅小朋友嘅未來嘅控制權、佢嘅安舒成就全部交俾神，就去相信神可以喺撒母耳嘅人生入邊去掌權。試想像，如果你係哈拿，其實你又會唔會做得出呢？即係咁樣喎。你將撒母耳獻上之後，你就冇辦法360度無死角地保護佢㗎咯。你唔可以幫佢揀個最好嘅拉比，由最好嘅老師身上邊去學嘢㗎咯。講到底，其實我哋好多人都知啊，以利都唔係咩出色嘅先知嚟㗎。撒母耳可能就唔可以喺你手上邊成為一個社會嘅精英㗎咯。如果係咁，你仲願唔願意將撒母耳獻上俾神啊？可能我哋心入邊就會諗，我哋嘅孩子咁寶貴，前面嘅風險又咁大，對孩子嘅未來似乎又冇咩保障，都係唔好啦，都係冇咁輕易放手啊！咁不如嚟到呢個時間，又俾我哋 fast forward 睇一睇哈拿將孩子獻上俾神之後，撒母耳嘅未來又係點樣啊？當呢一條路繼續咁樣行落去，原來神同樣地重視哈拿獻上撒母耳嘅心意。神為撒母耳預備嘅遠超出於哈拿當初只係一心諗住可以抬起頭做人嗰一個諗法。神嘅計劃唔係志在要幫哈拿去報復啊！事實上，神嘅計劃同哈拿想點係冇關係，卻係又比哈拿所想嘅更加好。當哈拿放開孩子未來嘅主導權俾耶和華嘅時候，當哈拿全然去相信耶和華嘅時候，耶和華冇叫哈拿失望啊！耶和華喺撒母耳身上邊成就嘅，比起成為一個家族嘅繼承人更加偉大。如果我哋睇返聖經啊，我哋就會發覺呢一個小朋友咧，喺神嘅手上面成為咗一個喺歷史上喺神嘅故事上面都非常之重要嘅人物。當哈拿交撒母耳俾神嘅一刻，神係只係話我要照顧撒母耳嘅起居飲食，俾佢一個棲身之所，而係神俾撒母耳喺神榮耀嘅計劃入邊一個尊榮嘅位置，一個宏大嘅使命。首先，撒母耳成為咗神所確立嘅一個嘅先知。喺撒母耳記上嘅第3章話，其實那孩子嘅撒母耳喺以利面前侍奉耶和華。喺那些日子，耶和華嘅言語稀少，異象也不常見。即係話嗰一個喺一個耶和華言語稀少嘅年代，就根本連先知以利都好少會有機會聽到神自己嘅啟示。但係呢，神竟然親自呼召年幼嘅撒母耳，並且立耶撒母耳成為咗神嘅先知。我哋跟住睇落去，就會見到撒母耳漸漸長大，過程入邊耶和華一直同佢同在，而且叫撒母耳講嘅每一句說話都冇落空過。由但到別是巴，所有嘅以色列人都知道撒母耳係俾耶和華確立成為咗先知。耶和華又喺示羅顯現，因為耶和華喺示羅藉住他嘅話向撒母耳啟示自己。
撒母耳成為咗耶和華喺以色列入邊嘅聲音，一位傳遞神心意嘅先知。其次，撒母耳係以色列嘅士師，亦都係佢哋嘅代禱者。我哋再去到撒母耳記上嘅第7章，我哋就會見到撒母耳帶領住以色列人喺耶和華面前嚟咗一場嘅屬靈復興。佢除去咗以色列當中所有嘅偶像，叫以色列人可以回轉歸回到耶和華，仲要喺米斯巴去開始治理以色列人。當時其實外敵聽到呢班嘅以色列人喺米斯巴聚集嘅時候，係計劃要攻擊佢哋㗎。但係撒母耳就代表住以色列人去呼求耶和華。嗰一刻，如果你打開聖經，你就會見到耶和華有介入，並且擊退咗所有嘅非利士人。再者，撒母耳更加係神所差派嘅做王者。撒母耳嘅故事睇到撒母耳一直帶領以色列人由士師嘅年代走進去王國嘅年代。如果你揭開撒母耳記上嘅第9同埋第10章，你就會見到當中耶和華指示撒母耳膏立掃羅成為咗以色列嘅第一位嘅王。到後嚟，掃羅背棄耶和華，去到撒母耳記上嘅第16章，撒母耳再次被神去差派去膏立大衛。喺某個程度上嚟講，其實撒母耳亦都係建立咗最終會將耶穌帶嚟世界嘅彌賽亞血脈嘅一個關鍵嘅人物。原來當哈拿放手，神係可以咁樣帶領撒母耳進入神精彩嘅故事嘅入邊，活出一個從來冇人可以想像到嘅宏大使命，成為神故事入邊嘅一個關鍵嘅人物。以孩子為本嘅父母可能會諗，我哋想我哋嘅孩子有住美好嘅生活，結婚生仔，有美好嘅家庭，有優越穩定嘅生活條件。我哋期盼我哋嘅孩子一生一無所缺。其實作為父母，我哋睇到呢一啲，我哋諗起呢一啲都會覺得合情合理嘅。再加上以我哋今日所投放嘅資源、心力同埋體力，其實講真啦，我哋係絕對有機會成功嘅。但係有陣時我諗，如果成功咗，其實咁又點呢？我哋咁俾心機地去栽培我哋嘅下一代，唔通我哋就只係想佢繼續生存落嚟，過一啲好日子咁簡單？佢哋嘅存在其實對於呢一個世界有啲咩意義啊？佢哋嘅人生同神嘅計劃同埋故事嘅構圖可以有啲乜嘢嘅關聯啊？我哋作為以神為本嘅父母，其實我哋會唔會諗，我哋孩子嘅成長係咪應該有一啲嘢我哋要追求嘅呢？如果神對撒母耳有一個宏大嘅使命，咁神對我哋嘅小朋友係咪應該都有住一個使命嘅呢？咁神俾我哋小朋友嘅使命又係啲乜嘢啊？我哋今日望住我哋呢個2歲唔到嘅小朋友，神喺佢身上邊其實會有啲咩心意呢？我哋作為父母，我哋會唔會一齊試下同佢去發掘㗎？又或者你今日個小朋友大啲8歲啦、10歲啦，我哋又可以點樣同佢一齊行喺神嘅心意嘅入邊呢？甚至再大啲13、14歲啦，我哋會點樣去同佢一齊去好奇，去試下去問下，其實佢人生嘅意義係啲乜嘢？其實神俾佢嘅使命係啲乜嘢呢？到未來孩子長大成人，其實我哋又可以點樣去鼓勵佢哋繼續活喺神嘅心意入邊，繼續發掘神俾佢嗰一份嘅使命？哈拿將孩子獻上俾神呢一個，或者係一個呢個 journey 嘅一個起點，而孩子最終能夠活出神俾佢嘅使命呢一個，或者係呢個旅程嘅一個終點。
由獻上俾神嘅呢一個起點，一直去到神能夠活出小朋友能夠活出神呢個宏大使命嘅終點之間，其實有一個嘅過程，就好似一條嘅路將呢個過程兩個嘅點連埋一齊。作為一個以神為本嘅父母，其實我哋應該點樣帶領我哋嘅小朋友去行由起點走向嘅終點呢？呢一條究竟係一條點樣嘅路，應該點樣行呢？我諗或者呢一條路同世界要行嗰一條就應該有啲唔同。我相信可能更加合適嘅係呢一條嘅路，應該就係所羅門喺箴言入邊22章6節所講嗰一條嘅道路，一條以神嘅角度去理解呢個世界嘅道路，一條讓你嘅孩子去明白神喺佢生命入邊嗰個嘅計劃，佢喺神入邊嘅身份同埋價值嘅道路。以神為本嘅父母其實係要我哋去幫助我哋嘅孩子去明白佢喺神入邊最終極嘅價值、身份同埋使命，令到佢哋可以真係有住所羅門所講嗰份嘅智慧，去走向神為佢哋預備嗰一個嘅使命。咁但係作為父母啦，我哋應該點樣幫助孩子走上神呢一條嘅路上面呢？係咪就係我哋繼續帶佢去兒童主日學返 Kapos， 又或者 Kapos 都可能唔夠啊？咁不如去報埋 Awana 啦？定係我哋慢慢去陪佢讀聖經，同佢哋一齊去祈禱呢？其實所有以上所講呢一切都係一啲好好嘅行動。不過我相信更加重要嘅係作為父母，我哋需要一個模式上面嘅轉移，一個 paradigm shift， 去徹底地去改變我哋嘅思想模式。我哋所需要嘅其實係一個點樣嘅思想模式呢？有呢個模式嘅轉移，講緊嘅係由一個追求世界定義嘅成功模式，轉移到去一個追求神所定義嘅成功模式。呢個轉移係由我哋作為父母對我哋孩子未來嘅想像去開始。講真，我哋每一個坐喺呢一度嘅父母，對我哋孩子嘅未來都有一個嘅想像。問下自己啊，你對你嘅孩子未來嘅想像係點㗎？會唔會係想像佢喺所有嘅比賽入邊攞好多嘅獎杯，跟住喺每一場嘅表演入邊佢都要係一個主角？定係佢一個 Straight A 嘅 student 攞到1級榮耀嘅畢業，大個咗之後入大公司做 CEO 呢？以神為本，原來係需要我哋去邀請神去充滿我哋呢一個想像嘅空間，去試下想像喺唔同嘅時間、唔同嘅情況，其實神又可以點樣去使用我哋嘅孩子呢？去學習哈拿將孩子嘅未來獻上俾神，去由神去主導，去想像神可以點樣帶領孩子完成呢一個嘅使命。咁今日我哋喺呢一度，我哋預備好學校哈拿獻上嘅心志未啊？哈拿獻上咗撒母耳，讓神主導佢嘅想像，結果係神俾佢見到神點樣一直帶領住撒母耳變成一個神所重用嘅人，成就佢嘅使命。由哈拿獻上撒母耳作為起點，神就係咁樣一步一步帶領住撒母耳行佢嘅道路，直到撒母耳成就神使命呢一個嘅終點。試想像，當我哋有住哈拿嘅心志，獻上我哋嘅孩子俾神，帶住呢一份嘅期盼，同孩子一齊去發掘，到底神喺佢嘅大構大圖畫入邊有一個嘅咩位置俾我哋嘅小朋友？個使命又會係咩呢？以撒母耳去作為一個例子去想像，其實我哋嘅孩子個終點又會係點嘅呢？試下去問神啊，你喺此時此刻可以點樣使用佢啊？相信當我哋好似哈拿一樣信得過神，神就必定會俾我哋見到我哋嘅孩子點樣去成就神呢一幅嘅大圖畫，教導我哋孩子走當走嘅路。
喺跟住落嚟嘅呢3堂入邊，我哋會同大家再分享多啲點樣去帶領同埋幫助孩子去走上呢一條佢當行嘅路。但係今日我希望先去擴闊我哋呢一班基督徒父母嘅想像空間，開始去好奇，同我哋嘅小朋友一齊去揾佢哋喺神呢一幅大圖畫入邊嘅位置。哈拿獻上俾撒母耳嘅決定，最終帶領孩子走進神為撒母耳所預備嘅角色，以神為本咁樣去培養孩子。其實好多時候唔係講緊我哋要做咩好大嘅改變，但係個第一步呢，就係我哋要拿起哈拿嘅心志，去將孩子獻俾神。當我哋學效哈拿嘅心志，將孩子獻俾神嘅時候，神就必定會俾我哋見到，我哋可以點樣去帶領孩子走進神俾佢哋嘅使命入邊。所以今日喺呢一度，如果你係一位嘅父母，你預備好學效哈拿嘅心志，將孩子獻俾神未啊？喺呢個時間，或者都由我哋一同去起立，我哋嚟到神自己嘅施恩寶座嘅面前。今日我想特別去邀請喺我哋當中嘅父母，我哋喺神嘅面前去反省，去思考。其實喺過去咁多年，我哋帶領孩子、教導孩子，究竟我哋出於自己嘅諗法咯，定係出於神自己嘅心意啊？對住嗰個未可知嘅未來，其實我願唔願意將我嘅孩子獻上俾神？佢信得過神必定會帶領。當神成為我孩子生命嘅中心嘅時候，我哋信得過神必會帶領佢進入神自己嗰幅嘅大圖畫，去成就神俾我哋孩子嘅一個使命。如果我哋心入邊，你心入邊都想，你話我願意，我想好似哈拿一樣，去獻上我嘅孩子俾神，以神成為佢生命嘅中心，但讓神帶佢走進神俾佢嗰個宏大嘅使命入邊。我邀請你喺心入邊同我一齊去禱告。主，我哋喺度，我哋先去認定你係我哋生命嘅主，你係我哋生命入邊嘅中心。我哋要認定喺呢一個咁多變嘅世界入邊，唯獨你跟隨你呢一條嘅道路，歷史悠久，而且仍然係充滿住各種嘅美好。主，所以我哋就喺度，我哋向你去獻上，唔單止我哋自己，更加係我哋嘅孩子成為活祭。我哋願我哋孩子喺你自己施恩寶座面前去敬拜你，去榮耀你，用佢哋嘅一生去跟隨你，幫助我哋成為佢哋路上邊嘅指引導航，叫佢哋一步一步去跟隨神。跟住我都邀請我哋在座，或者你未必係父母，但係你今日都喺我哋嘅當中，你都屬於哥倫呢個群體。我哋都係呢一班小朋友，我哋下一代嘅一班看守佢哋，一同去教導佢哋，一同去指引佢哋方向嘅 uncle auntie 哥哥姐姐。讓我哋亦都喺神嘅面前，我哋一同去禱告。主啊，就讓你俾我哋一份嘅智慧同埋能力，
當我哋陪住呢一班嘅下一代一齊去成長嘅時候，你讓我哋真係根據你，跟住你自己嘅智慧，跟住你嘅方向，跟住你嘅教導，去幫助呢一班小朋友，可以喺你嘅面前，喺你嘅施恩寶座面前，成為你自己嘅門徒，可以成為一班榮耀你、敬拜你嘅群體。我哋咁樣嘅禱告，奉耶穌基督嘅聖名，阿們。